冇晒啦，頭皮屑、頭油、頭痛。2023年嘅時候 ，Christine 呢位客人有嚟過我哋度做頭皮檢測同埋體驗療程，但係之後佢冇做後續嘅護理。2024年見到佢嘅時候，竟然嚴重咗啊！檢測嘅時候見到佢個頭皮有好多頭皮屑、油脂，仲有一絲絲嘅紅筋添啊！原來佢血氣本身就唔好，而且仲瞓得好差。我哋幫佢做咗兩樣嘢，第一樣就係平衡油脂棒，可以刺激頭皮嘅底層嘅皮脂腺，令到皮脂腺恢復返正常嘅狀態，同時可以幫 Christine 去除埋多餘嘅頭皮屑。另外仲幫佢做咗 O2 機，O2 機可以點擊頭部各個穴位，令到佢頭皮有舒緩減壓嘅功效，改善咗佢多年失眠嘅問題添啊！唔單止咁啊，佢好勤力喺屋企用我哋嘅洗頭水同埋藥水，3次療程之後得到好大嘅改善啊！而家佢成個人都精神晒，頭髮仲健康咗添啊！